梅哈內斯係摩洛哥四大王城之一，現為摩洛哥第5大城市，係摩洛哥北部嘅古城，由梅哈內斯部落於公元711年建成。呢個城市嘅名字亦都由此而來。梅哈內斯以其堅固嘅城牆同埋宏偉嘅城門聞名，最著名嘅城門之一就係巴博曼蘇爾門，以其宏偉嘅城門同埋精美嘅馬賽克聞名，係坐落在摩洛哥最長、最完整、佈局最複雜同埋形式最豐富嘅連綿25公里嘅古城牆。曼蘇爾門於1732年完工，係通向蘇丹皇宮嘅主要入口。城門外表富麗堂皇，精美嘅馬賽克、鑲嵌嘅圖案與變化多端嘅石紋雕刻清晰可見。據說當年木材伊斯梅爾建造時，係為咗當年自己嘅汗馬功勞嚟做紀念嘅。圓形嘅拱門兩側還有2座類似閣樓一樣嘅堡壘，造型十分精緻。我哋而家前往穆雷伊斯梅爾嘅陵墓，我哋穿過寧靜同埋鋪滿花磚嘅數個中庭，來到蘇丹王嘅陵墓。呢度係唯一開放俾非回教徒參觀嘅清真寺，係摩洛哥第2王陵，都係保存最好嘅一座。佢嘅建築風格同埋規格都係現在拉巴特王陵不敢超越嘅。蘇丹王梅利伊斯梅爾喺執政時期係將首都從菲斯搬咗去梅哈內斯。呢位殘暴又好戰、好大喜功嘅戰士國王，佢用戰勝後所掛取嘅財富，包括梅哈內斯城附近嘅羅馬遺跡同埋馬拉喀什前朝嘅皇宮，建造出當時有摩洛哥嘅凡爾賽宮之稱嘅梅哈內斯城。摩洛哥嘅蘇丹皇宮主要係指現任國王嘅官方所住，其中最著名嘅位於拉巴特皇宮，佢係摩洛哥皇室主要嘅官邸。此外，菲斯都有一座，雖然大部分都未必對外開放，但宏偉嘅大門同埋華麗嘅馬賽克牆壁依然係重要嘅地標。今日我哋嚟呢度嘅主要目的就係睇下喺摩洛哥四周圍可見嘅馬賽克雕刻嘅製造過程。進入摩洛哥擁有數百年歷史嘅馬賽克藝術世界，你去驚嘆製造呢啲幾何圖形嘅過程原來咁繁複同埋複雜。
佢哋去用天然植物做成嘅染料嚟上色，畫工雖然簡單，但係非常之精緻，係流傳至今嘅千年藝術。做呢啲馬賽克嘅圖案，工序非常之繁複。第一步，燒製各種顏色、各種圖案組成嘅大塊陶瓷。第二步呢，就將大塊嘅陶瓷敲碎成一塊塊小嘅陶瓷碎片，之後跟住設計好嘅圖案，將各種顏色、各種圖案一塊塊嘅小陶瓷拼晒出嚟。與普通嘅馬賽克唔同，Silice 係顛倒拼湊在一起嘅。當你好像拼圖一樣細心嘅貼合每一塊五顏六色嘅瓷磚時，你需要細緻同埋仔細嘅眼睛。一旦設計完成，佢哋將用石膏將佢密封。製造過程如同工匠同埋時光嘅對話，每一步都凝結出工人嘅虔誠與智慧。無論你是否係一個藝術嘅愛好者，或者是對摩洛哥手工藝嘅好奇，呢個工作坊都能讓你感受到 Silice 嘅魅力所在。你睇下呢度嘅作品，全部係手工製作，精細精美，件件都可以稱得上係藝術精品。如果你鍾意我今期嘅介紹，請訂閱讚好，我哋下期再見啦！